該地消息來看，昨暗頭啊，佇咧台南安平舊街啊，有一台車，那就是操作了無好勢，先弄到共向奧多擺，再擱弄入去路邊的店家。這台奧多擺甲騎車的人攏卡佇咧車骹袂定袂動。機車受困車底，機車駕駛人當時意識清楚，但身體有多處擦挫傷。駕駛人初步酒精檢測均無飲酒情形及毒駕反應。詳細肇事責任尚待警方釐清中。大學生剛考到駕照，然後可能太緊張，轉彎的時候不慎就是撞路了。那看到大學生也是在那邊哭，很緊張，看起來是不是故意的啦？這個汽車的駕駛是一位拄啊考到駕照的18歲查某囡仔，要正彎的時陣，那像是緊張操作了無好勢，全咧弄到邊仔奧多擺。這騎車的民眾身軀頂是有真儕隻擦著傷，加載是無生命危險。詳細事故原因、責任甲損壞賠償，也閣等待警方來釐清。